Hello，今日我想介紹嘅係我對於領導嘅見解同埋才能。首先，我覺得作為一個領導者，應該有個抗逆能力嘅心態。先以我自己為例啦，其實我之前嘅粵語能力係一般般嘅，但係我為咗去提升自己粵語水平，我會參加朗誦比賽，我會參加模擬法庭，我會做 prefect 啦。喺我做咗 prefect 之後，我發現咗抗逆能力其實可以分成兩大部分。第一個大部分就係當成員佢發生咗衝突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去解決咧？當一啲突變嘅情況發生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去帶領你嘅全團隊去行出呢個逆境咧？我哋都知道每個成員都有唔同嘅性格、唔同嘅目標、唔同嘅特質，呢啲種種嘅因素都會影響到最終嘅結果㗎。咁我哋要點樣去溝通咧？去突破呢個障礙咧？以我自己為例啦，其實我哋之前學校一個訓練係讓我哋自己去到達某一個地方，唔可以用手提電話，唔可以問老師，只有一個固定嘅 budget，要我哋自己去我哋只可以問路上嘅人啦，啲路人啦，但係當時就係因為問錯咗路人或者係問錯咗問題啦，導致佢俾我哋指錯咗方向，而我哋就迷咗路。但係我哋並不冇因此而放棄，而互相地埋怨。我哋知道其實作為一個領導者，佢亦需要一個抗逆嘅能力啦。然之後，我哋最後都係問翻其他嘅路人，然之後真係確定咗路線，我哋先至再行翻一個正確嘅目的地。咁呢件事情教識我哋，其實苦樂存在主觀的心，不在客觀的事。其實任何問題都係喺你自己心態，你點樣去解決啦？多謝。